爸好勁。例如呢？例如我爸爸可以食午飯，同埋佢可以教我寫字，教得好正。I love you， 爸爸，我覺得你好勁，因為你識好多英文字，教我。爸爸，我愛你。爸爸係鍾意打遊戲嘅人，同哥哥一齊，同我一齊玩遊戲，但係都好鍾意你。如果有日放假，你希望爸爸同你去做乜嘢啊？玩公園。去玩公園啊！咁就嚟父親節咯，你試下同爸爸去下園啦。爸爸，我希望你會去咩園啊？爸爸，我想你我去公園玩。Love you。子彤，你爸爸勁唔勁㗎？勁。你覺得佢邊個地方令你覺得特別勁啊？翻工賺錢。I love you。我爸爸愛啦，你成日都翻工，夜晚先翻嚟。翻屋企，翻完工跟住買唔具，跟住 I love you。約彤，平時你最中意同爸爸做咩啊？咩嘢都冇咩。咁爸爸喺屋企會做咩啊？打遊戲，但我都中意佢。I love you。爸爸，你好勁啊！又識同我玩，又識打機，又識玩手機，仲識教我做功課，你好勁啊！我覺得我個爸爸好勁，識砌Lego，又識陪我畫車，又識砌車。爸爸，我愛你。你爸爸勁唔勁㗎？勁啊！爸爸寫好多字，我愛你。家爹，你好勁啊！你仲識教我做功課，你仲識同我食餐具，我真係好錫你啊！我覺得我爸爸最厲害了，還會做壞人，我愛我爸爸。